路加福音灵修默想，路加福音第3章21节到38节。路加福音第3章21节，民众拢领受洗礼了后，耶稣嘛来领受洗礼。伊伫祈祷的时，天开，圣神降落伫伊顶面，形状亲像粉鸟，佮对天有声讲：“你是我所疼的囝，你我真意爱。”耶稣开始传道的时，约30岁。众人看伊做约瑟的囝。约瑟是希里的囝，希里是马塔的囝，马塔是利未的囝，利未是麦基的囝，麦基是雅纳的囝，雅纳是约瑟的囝，约瑟是马他提亚的囝，马他提亚是阿摩斯的囝，阿摩斯是拿房的囝，拿房是以斯利的囝，以斯利是拿该的囝，拿该是马押的囝，马押是马他提亚的囝，马他提亚是西米的囝，西米是约瑟克的囝，约瑟克是约代的囝，约代是约阿那的囝，约阿那是利撒的囝，利撒是所罗巴伯的囝，所罗巴伯是撒列特的囝，撒列特是尼利的囝，尼利是麦基的囝，麦基是阿底的囝，阿底是高松的囝，高松是以摩东的囝，以摩东是尼的囝，尼是约瑟的囝，约瑟是以利以谢的囝，以利以谢是约灵的囝，约灵是马塔的囝，马塔是利未的囝，利未是西面的囝，西面是犹大的囝，犹大是约瑟的囝，约瑟是约兰的囝，约兰是以利亚敬的囝，以利亚敬是米利亚的囝，米利亚是麦兰的囝，麦兰是马达他的囝，马达他是拿单的囝，拿单是大毕的囝，大毕是亚西的囝，亚西是俄比德的囝，俄比德是波阿斯的囝，波阿斯是撒文的囝，撒文是拿顺的囝，拿顺是阿米拿达的囝，阿米拿达是阿民的囝，阿民是阿尼的囝，阿尼是希斯伦的囝，希斯伦是法勒斯的囝，法勒斯是犹大的囝，犹大是雅各的囝，雅各是以撒的囝，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囝，亚伯拉罕是他拉的囝，他拉是拿福的囝，拿福是西洛的囝，西洛是拿俄的囝，拿俄是法勒的囝，法勒是希伯的囝，希伯是撒拉的囝，撒拉是该南的囝，该南是阿法撒的囝，阿法撒是闪的囝，闪是拿阿的囝，拿阿是拉麦的囝，拉麦是马托撒拉的囝，马托撒拉是以诺的囝，以诺是雅列的囝，雅列是马列列的囝，
马力列是该南的囝，该南是以拿斯的囝，以拿斯是赛德的囝，赛德是阿当的囝，阿当是上帝的囝。默想，耶稣受洗礼了后，对天祈祷，伫祈祷中天开啊！上帝宣告耶稣是伊亲爱的囝儿，是伊所欢喜的。耶稣的族谱回应上帝宣告，互咱清楚认捌耶稣是人的后裔，也是上帝的囝儿。耶稣的族谱上到亚当，亚当是上帝的囝，是上帝照家己的形象甲款式所创造。毋过亚当的罪恶辜负上帝的荣耀，也互后代子孙拢坠落。毋过上帝无放弃初创造的心意，所以差遣伊的独生囝耶稣亲自来做这越后的亚当，要成全起头的亚当所无完成的一切。亚当是伫上帝面前的头一个人，是属伫地，袂当甲上帝相结连。主耶稣是属伫天的，可是甲上帝结连的。主耶稣真正是上帝所拣选的人，也互一切伫主耶稣内底的人拢通甲上帝结连，满足上帝的心意。所以，这段族谱甲咱讲真重要的信息。无论咱拄到啥物款的环境，踮伫啥物款的黑暗中，因为耶稣基督，咱也有盼望。哈利路亚！咱三甲来祈祷。阿罗三位一体、至好至善的主，愿伫天的爸上帝，虽然阮百般的不配，敢若因为你无限的怜悯、特别的安排，佮奇妙的拣选，带阮行出黑暗，进入奇妙光明的生命。亲爱的主，帮助阮伫每一天的生活中，重新欢迎上帝救阮临到，佮欢迎耶稣伫阮生命中亲自掌权。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祈祷，阿免。